新界旅遊路線63A，由九巴營辦，來往大埔墟站及林村許願樹，途經港鐵太和站及吐露港公路。每年農曆新年香港許願節期間，林村許願樹舉行大型盆菜宴、打醮等指定大型活動時提供服務的特別路線63A，以特快穿梭巴士模式疏導參與活動的遊客，減輕64K 線繁重壓力。63A 線雖為大埔區區內路線，卻使用了代表屯門及元朗區的6字頭編號，未能反映路線服務地區。每逢農曆新年假期，大批市民到林村許願樹拋寶牒祈福，祈求來年事事順遂。九巴64K 線例必增設特別短途班次來往大埔墟鐵路站及林村許願樹，依循常規定線行駛至林錦公路放馬埔、林村許願樹巴士站。為改善林村許願樹一帶於農曆新年期間的交通擠塞問題，該特別短途班次於2012年獲獨立編號為63A，並改經吐露港公路與大埔太和路往返林錦公路交匯處及寶雅路，而不經大埔公路大窩段。總站改設於林村鄉公所路的臨時總站，在1月23日至25日及1月28日至29日期間服務。2015年一度取消農曆新年後首個星期6日的服務，2016年再次提供該2天服務，至2017年又再次取消。自2017年起，若林村放馬埔舉行大型活動，九巴也會增闢63A 線，不再局限於新春期間服務。林村鄉於2017年12月初舉行10年一度太平清醮，63A 線曾於正醮當日提供特別服務。2018年2月3日林村舉行大型盆菜宴，63A 線亦有提供服務。2018年農曆新年首週，63A 線增設平日服務，並再次恢復新年後首個星期6日的服務。同時往林村許願樹方向家庭大埔太和路大埔超級城站。2019年農曆新年，往大埔墟站方向家庭林錦公路坑下虎站。2020年農曆新年年初1至4，1月25日至1月28日，63A 線增設特別班次經廣福村直達林村許願樹，並增設與 72X、73X、74X、75X 及271線的1港元轉乘優惠。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，2021年及2022年的林村許願節取消，此路線連續2年未有提供服務。直至2023年農曆新年，此路線恢復服務，服務期為大年初1至正月15、1月22日至2月5日，特別班次不再停靠廣福村巴士站。好啦，準備上車，睇下呢架車車程有幾耐啦。感情完得很快，哭一哭就過，分分沉沉，心心念念，種種茫茫。餘下來沒權利知道，情況沒人透露。在你趕公務那班機上，那一個跟你再抱抱。
點執迷和帶點傷痕，殘破的戀愛有沒有改好？